古代嘅巴比倫人實踐咗一條重要嘅律法，呢一個亦都係佢哋擁有巨大財富嘅原因。佢哋採用咗11奉獻法則，亦即係給出你所得到嘅所有金錢或者財物嘅1/10。11奉獻法則說明你一定要先給予才能獲得，而巴比倫人知道實踐呢個法則可以打開富足之流。如果你正喺度諗，有咗足夠嘅金錢，我就會給予，咁樣11奉獻法則會話返俾你知，你永遠都唔會擁有足夠嘅金錢，因為你必須先付出。世界上好多有錢人都會將佢哋1/10嘅財富捐出去，而且從來冇停止過11奉獻。可能呢一刻你覺得將財富1/10奉獻出去會覺得好多，我哋可以嘗試小額嘅奉獻，為自己養成一個習慣。多謝大家嘅收聽，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見，拜拜。